台灣火金菇上濟時陣一般是4月到5月。全台灣目前有50多種的火金菇，佇南投就有31種哦。南投縣政府即馬推出真濟火金菇的活動，要招大家來認捌火金菇。火金菇是環境指標的生物，因為介意清氣的水質、無農藥、無光害的環境。南投縣這幾年來，維護生態和農業的有機化，真正有成果，也提供火金菇真正好的生活環境。我們推廣呢有機農業，還有就是那個棲地的復育，再來就是還有就是盡量降低光害。差不多是伫6:50，早啊到7:50這個時間，阮三亞溪有給你準備，迄個紅光的火，迄個手電筒，互你使用，較袂去影響到咱的火金菇。來就是講啊，時間一定要聊好，因為阮的火金菇足緊就轉去厝休困啦。所以呢，你一定要準時來甲阮的集合點來去參加咱的導覽。南投縣政府表示，南投會當看到火金菇的地點，包括到日月潭、德山六股、北港溪、二萬大這4個風景區。生態專家嘛提醒，民眾要看嘛需要守規矩。第一，要保護家己的安全，盡量穿穿迄長褲和穿布的。第二個，莫影響到咱的火金菇，莫用火去甲燒嘛，莫用迄手去甲撥。第三個，盡量參加咱在地人咧帶迄導覽的團，因為伊較了解咱這個環境的狀況。今年的4月到5月是國內看火金菇的季節。全台灣目前火金菇有50幾種，南投就超過30種。南投會當講是重要的基地。南投縣政府嘛釋出導覽，結合旅遊、帶案、抽獎的活動，邀請國人來南投佚佗。記者陳秀南投報道。